享因大家就好吼。咱即时来鼓励咱新年度2016到2017，咱中原区的台湾人长老教会联合会的这个委员会就任。上帝赐予恁特别的恩赐，也呼召恁伫中原区的中间来服侍。要回应即个呼召，请恁来应答即几个问题。你有接受即个上帝来呼召，要用疼心来服侍伫基督内面，才会所有的兄弟姊妹也无。你有承认家己的有限性，愿意来接受对正人来的声音甲见解，帮赞来服侍也无？你有认捌家己有限的潜力甲可能性，愿意伫软弱也受欠缺的人的中间来服侍也无？你有愿意注目伫别人的需要？较赢过家己的需要，用心来服侍也无。即时请会众来应答，请咱起立。恁有愿意接纳因，成做新任的中原区台湾人长老教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也无？恁有要用祈祷，用恁的建议，用恁的贵力帮赞来支持甲协助因的服侍也无？即时我来宣告，咱中原区新的主席李洪良、副主席谢金佑、书记谢志忠、会计张达仁，佮委员陈慧辉、吴志豪甲陈女士代表，我宣告恁来成做咱2016年新任的委员，请咱会当拍手来。恩典的上帝，你一个一个呼召阮，造就阮有特别的气力、能力、恩赐。你邀请阮参与伫你的圣神甲全教会事工，甲互人搁好好的工作。求你赐阮顺服伫你的命令，乐意伫你的名来服侍正人。愿阮大家的友谊成做你听的记号。愿安尼祈祷恳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。